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来到主的圣殿，咱就恭敬，就安静，陪伴咱的心，咱会当安静来祈祷，也来用今仔日的圣诗来锻炼，来陪伴咱的心。咱大声来唱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就齐声唱歌，学乐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将你天地甲海，学乐上帝，至尊至权至大。圣哉，圣哉，圣哉，万能大主宰。唱歌乐主耶和华，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歌喊，乐上帝至尊至权至大。第二站，现在。现在，现在，全心拢敬拜，每日感恩有灵奉献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空，你的恩乐天尊。下感谢应愿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全的大主宰，咱民大下因是恶的上帝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尊荣到万世代，乐上归是都伊的主宰。鼓励咱伫无论伫实体礼拜，还是线顶礼拜兄弟咱会当提出圣诗。来吟，来看这个歌词，来想这个歌词，将这个歌词的意义，学乐的迄个心境，来唱出。无需要请咱这时就，你会当出声祈祷，你会当灭祷，拢会使。总是你的心，要用学乐，用感谢来学乐称呼主的圣名。咱这时做伙当心来学乐，当心来感谢。主，阮要来倚靠你，因为你是圣，你的听赢过一切，你的恩典到万世代。主，阮进入到你的圣殿，阮的心就恭敬，阮的灵会当搁较安静伫主你的内面，阮的心灵用欢喜、用诚实来敬拜。来敬尊，主啊，你的听充满通世间，你是三位一体、至权至大、独一真的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主，是将水变做酒的耶稣。主，你互阮平淡的人生，因为主你来得到滋味，因为主你的心灵，互阮的生命充满着快乐，充满着欢喜。主啊，求你搁一届降落你属天的福气，赢过阮卑微的心。伫你的圣殿，阮要恳求你施落你的慈爱。你是慈悲怜悯，充满疼痛、无限纯真的上帝。哈利路亚！咱来吟这条诗歌。圣诗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这时就要进入阮
的心来充满阮的心灵。上帝行通遐过一切，必定欢喜降落地，求你点燃秘密心内，显出你行大日来。有出你是主，比你命令，会听无限顺志，将你救恩一时降临，今日我行遐的心。全力救主喜乐拯救，主你我命愿承受，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你点欢喜。看你亲像天使天君，世上恶了你大恩，永远感谢恶了生命，荣耀你完全的听。咱先唱第二首第二节的看这个歌词吼，讲全能救主喜乐拯救，主你活命愿承受。吼，咱来到这会当承受主无限的活命。佮讲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离点愿心。吼，所以上帝圣殿伫倒位？吼，上帝所徛起的，毋是人的手所起造的这个圣殿。吼，上帝更加欢喜，是将伊的神，吼降临，吼进入到阮的内心，吼，所以望咱的生命，咱的心会当成做主所徛起欢喜徛起的圣殿。吼，咱即时做伙来祈祷，吼求主圣别阮，互阮的心分别做圣，互阮的身体灵魂拢得到清气，互主欢喜来使用做主的器皿，甲采用。咱做伙当心为着家己来祈祷。全能的救主，阮感谢你，你会听无限的纯真，你是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阮恳求你，将你的救恩即时来降临，进入阮不安、惊吓的心，赶走一切心中阮的惊吓，享受你属天的平安。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重新来做阮的心神，成做迄个清气，无点无扰民的，互阮真正开阮的目睭来看见你救恩的奇妙，也看见你圣经唯一的奇妙，互阮欢喜完全亲近来归向你，互阮阳光搁再阳光，奉献搁再奉献，懊恼搁再懊恼。永无停，直到阮见主你的面。愿恳求你也保守阮所有兄弟，当阮进入到你的殿院，阮的心恭敬，阮的心安静，互阮欢喜来听候主你稳定的声对阮来讲话。阮将阮兄弟姊妹带到主你的面前，互阮用圣洁做砖塔来调见你，由你的保惠洗清阮一切误会。互阮只要随心认心相信的，拢得到称做义。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咱来搁唱第二节甲第三节啊。第二节，全能救主，施乐拯救，助你活命，我要承受。哦，用祈祷的心来吟这个诗歌啊，来献给主，也感动阮彼此的心。三节，有你定心做阮心事，情绪无点无焦味，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向来亲近。期待咱的圣歌队，吼，其实圣歌队歌声真好，吼。啊，如果咱圣歌队吼，这圣诗会当唱两部，吼，甚至这个天下贝斯吼唱出来，咱的声音会更较有赞助，更较丰富。好，咱用363首来进入咱的礼拜。耶和华早起时，你会眺我的笑。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要少年你见我的仁慈，我心心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兄弟平安，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甲咱的行动电话来关机，互咱会当专心来做礼拜，福音正声。
道正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做来吟圣诗，圣诗50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徛咧，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尼西亚圣经，关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关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彼勒岛任内，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高活上天，三坐伫全能的声，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富强有尽，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福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愿期望死人高活来世的活命。阿门。请坐。做伙来启用，启用文摘篇，启用文摘，我来请兄弟来印。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我明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会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深烟三叫应。总是要花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的对敌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仰望上帝，伊是我下面的阳光。咱做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爸，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平安过了一礼拜。伫礼拜日一早起，会当过来到你的殿院，朝见你、敬拜你、学乐你。予阮毋但是伫肉体上得到饱足，伫灵命上也得到管握。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予阮生活伫台湾。虽然久长以来受到中国的威胁。总是阮还是正常的过生活。毋管这2年来全世界受疫情的影响，各国人民生活上拢有真大的不便，也是伫经济上、工作上，阮拢比别人较稳定。阮嘛看见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侵略，而阮看这是不公不义的代志，总是伫极权独裁。因的眼中，因是无上帝的，因的认知武力是唯一的力量，权力是因所爱所夸口的。主啊，求你怜悯。当阮看见早时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些帝国因的强盛、侵略、欺压别的民族的时，阮看见你的怜悯，你的恩典悠远伫你的选民的中间。阮嘛看见这个列强一个一个的衰败，因为无上帝的角度，你的刑罚一定临到因的头壳顶。这是阮所深信的。阮知当阮拄到欠缺、灾难、无平安，也是受到攻击、压迫、无公义的时，阮拢会仰望有神者的出现，仰望上帝亲自伸手拯救阮脱离这的境遇。总是早时，当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为着试探主你来求神者的时，你讲恶毒奸淫的世代求神者，除了用那的神者以外，无必有神者互恁。主啊，阮知用那的神者。是悔改甲救恩的神者，除了阮认罪、悔改、求主保护、洗清阮以外，无阁有神者伫阮的中间。保罗先生写批予哥林多教会的时，嘛讲犹太人求神者，希利尼人求智慧，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耶稣。犹太人因为因受罗马的统治，一心仰望政治上的弥赛亚，会当带因复国。希利尼人靠人的智慧研究宇宙，想要了解所有人甲世界的奥妙。总是阮知，
基督做上帝的灵，上帝的智慧。当阮传这个福音，互侪侪人悔改的时，这才是上大的神者。主啊，搁一摆感谢你，永远做你的囝儿，互阮有份伫这个救恩，嘛假使阮将这个救恩传互阮四周围的人。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俄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圣会独一的地基。
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约翰福音第2章105面。显着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第1节，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的找用的人讲：“原来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逐个会底得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担着养伊，烘互将你宴到的人，就烘互伊水变做酒，将你宴到的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独独养水的找用知，将你宴到的就叫新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大声摆好酒，甲人啉侪侪，才用较厝的。独独你留好酒甲一碟。这个头一届的新日，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更新来尊崇，我心尽在对你的光，提醒我的主。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更新来尊崇，我心尽在对你的光，提醒我的主。讲道牧师今日讲道的题目是第一届的新日，水变做酒。请耶稣大平安。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做伙来祈祷。亲爱主，阮的心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因为你就是阮的道路、真理甲活命。恳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养饲阮，阮的心灵拢得到饱足，赏赐阮通听的耳孔，互阮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头一摆的新日，吼，水变做酒。当然即马有人讲吼，讲牧师阮人吼是袂晓控制即个酒吼，是毋是会当甲酒拢变做水吼？因兜的酒拢变做水。咱来看即个圣经讲第3日，可见即个作者吼，使徒约翰有写日记的习惯，吼，伊可能像马街吼安尼咧写日记，但是我尾来想讲，迄当时的纸应该足贵，而且足厚的吼，即个蒲草纸也是羊皮足厚的，那有可能写日记？吼，所以我在想吼，一定是即个约翰第1日、第2日、第3日。伊甲耶稣面对面拄着主的时阵，这个叫做记忆犹新。哦，伊甚至讲约在生时，吼，深圳就是讲，毋是大陆迄个深圳啊，是迄个子丑寅卯迄个申，吼正就是下晡4点。伊头一届拄着主，伊讲迄是下晡4点左右，下昏，吼日头要落山的时，耶稣甲伊讲：“恁来看。”所以，意思是要帮助咱读即个所读到的人，包括咱基督徒知影讲，伊所写的，毋是家己
乱编的，吼是确实有影。第几日，伫倒一个所在，伫加利利的迦纳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娶某，哦，喜事办喜宴，婚姻的宴席，啊，有啥物人伫遐？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嘛奉请，吼啊，学生嘛伫遐，吼，所以伊写这个，吼是要证明讲伊有在场，啊，嘛有咱相信讲即个代志毋是啊假的是有影，吼，第一摆的即个经验，伊特别印象真深，头一摆的真正。头一摆拄着耶稣，毋知咱各位记得，恁头一摆翁仔某啦吼，还是男女朋友吼约会伫倒位？我看到义勋甲即个左邻哦，嘛是足新的夫妇，恁头一摆约会伫倒位？哦，昨昏嘛一对新人吼，我嘛甲伊问讲，恁第一摆约会敢会记哩？哦，一般拢会记哩啦，我嘛会记哩吼。我无孙娘头一摆约会，哦，就是伫逢甲夜市，了后，佫走去台中公园，去遐散步，但是尾下的10年，拢毋捌佫去过逢甲，嘛毋捌去过台中公园，所以我伫遮要悔改真多。有啦，我逐年拢去台中公园，但是拢去参加228的纪念礼拜，拢毋是带无孙娘去散步，所以我伫遮悔改真多吼。当时讲即个婚礼是喜事，是足快乐的日子。圣经讲耶稣的老母伫遐，然后呢耶稣去奉请，我小可感觉这有分别。耶稣的老母伫遐，可能是去伫帮忙的，耶稣去奉请去。我毋即马现在即个婚礼拢有时拢愈来愈简化这叫做订婚娶，做一解决，甚至都无请，只有厝内人做伙。我过去伫庄脚的时阵，其实这是足闹热的，包括原住民，即马因伫山顶，若是要闹热，就是规个庄头拢请来，隔壁庄嘛拢请来，办咧1工2工的嘛有。伫犹太人迄个时阵的文化，是至少办3工5工1礼拜。为什么？因为迄个结婚是大代志以外，迄个人客南北二路来，无可能讲好，咱就掠迄个6点准时来开道，大家时间到，伊无可能嘛，一定有人提早1工到，有人慢1工到，大人带囡仔在行路，有时行100公里对南部犹太，对逐位，甚至因又已经分散各地啊，搁入来。所以一定是时间袂抓袂准的。我感觉较早伫庄脚就是讲，有一项物件叫做英肠，对无？英肠你有听过无？毋是线宴，英肠就是安怎讲？就是还未结婚，但是毋是上初草的迄顿，但是你提早1工遐个，啥物姑婆啦、阿婶啦、阿姆啦，拢爱安那？厝内人拢爱去煮因肠、炒米粉、炒面，就是互遐个亲人、互遐个工作人员、遐伫舞迄个场地人安那？毋免阁去买便当嘛，有英肠通食，所以就爱煮便，至少一个炒米粉，一个汤嘛咧，所以就是讲，即个婚姻即马拢变做尾仔拢爱去餐厅，了后就有主持人。就是安尼，甚至有诶，有即个，足歹，啥物对即个地下室浮起来，对天上安尼，对天上安尼，我拢有参加过，就是讲，新郎新娘毋是安尼正常行入来，伊是真正对，有无？迄届敢若正会，就是安尼对天公安尼坐一个迄落，就是安尼坐来。就是出场的时阵真有创意，安尼真拍安尼啦吼。这咱倒来讲即个约翰福音伊就讲耶稣的老母也伫遐，所以咱看到讲耶稣虽然无伊家己本身无娶某，圣经无记载伊有娶某生囝，但是伊毋是
不食人间烟火。耶稣也看重这项事，所以特别拨时间参加，甚至佮连伊的学生门徒拢已经受过的学生啊嘛，拢做伙来，参加喜宴，食喜酒，认同这个婚姻，甲这对新人祝福。伊认为这嘛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带学生做伙去。有人讲是毋是耶稣的学生伤熬啉嘛？酒拢啉了去，这当然圣经嘛无讲。当时我咧讲，我常常拄到一个问题，讲当我去外口，拄到球友，因就讲新妇拢无得结婚，恁牧师有得结婚无？我就讲。牧师会用娶某，嘛用生囝，我生3个，敢若独行的牧师拢生3个，真够生咱伊讲安尼真好，恁基督教真好，解决这个台湾少子化的危机，拢为着这个咱的生育率在拍拼，我熟悉咱中华中会一个赵牧师赵约翰，伊生4个，咱台中一个曾牧师嘛生4个，南投山顶一个全成功，伊个名是还号了真好，原住民全成功，伊生几个？生5个。听讲第6个已经伫巴肚内，我唔知影5、6个啦，唔是伊生啦，伊个牧师娘生啦，所以讲足厉害伊个名叫做全成功，全部拢成功安尼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伫爱殿园，上帝嘛第一场人类的礼拜就是结婚式，就是结婚的感恩礼拜。夏娃还未受造，阿当拢甲动物在做礼拜，真可怜。所以上帝祝福这个婚姻的制度，总是真可惜，就是人犯罪，这个婚姻好亲像就无幸福，家庭无快乐。第一家庭，就是阿当夏娃因的囝。就出问题，阿伯甲该允2个兄弟就无好势，甚至相杀安尼所以咱看到这个迦南的婚宴嘛出现，这个婚宴嘛出现一个真大的危机，就是什么？下一页就是什么？酒饮料真兄弟，你会感觉讲你的婚姻，是毋是也有拄到这个酒饮料的时阵？爱情饮料钱饮料感情透支，迄个快乐哪会无去啊？真侪少年家因爱去，我少年的时阵嘛，爱去唱歌，唱到半暝，哇，感觉讲一摊了，阁想要煞摊。搁食一个宵夜，就是安那，唔甘散过去大家敢若好亲像，就转去敢若心内就亲像空虚去空虚寂寞觉得冷，所以唔甘大家转去讲搁留一个，搁留一个，主人家讲莫转去安尼，但是到最后安那嘛是会转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特别。迄个离分别的时阵，你的心就会感觉安那淡淡的忧伤所以咱的家庭有时嘛是会拄到这个情形，就是翁仔某结婚了后，那会这个无照剧本在演公主跟王子没有过着从此幸福快乐的日子生活中足侪时阵会出现意外。也包括这个玛利亚，伊要耶稣照伊的剧本行，将马上行新者。耶稣嘛甲你讲一句，讲我的事还未到，上帝时间还未到。所以咱人若是无行伫上帝心意内底，常常就拄到这个快乐消息，感情适合，翁仔某感情适合的比比皆是。伫这个犹太人的文化内底，咱有拄则有讲因的婚姻是宴席是喜酒是直摆，到就食随到随吃，人客一个到位，你就要随时传物件互人食。然后呢，因可能就住伫
恁兜也是附近，借即个机会，遮尔远途来的亲情，爱安那联络一下感情，真正无像咱即马讲草地亲情，后一句要食啥物？草地亲情，食饱就起行。无啦，你食饱爱甲人泡一个茶，食一个水果。啊，即个犹太人的新郎新娘，因嘛毋免像咱即马真可怜直直换衫，换一丝第几出的时阵，就爱去换衫。啊了后第几出还袂煞，就爱伫遐咧送客，根本就无时间通食。所以伫迄个时阵，新郎新娘是爱热情款待，互即个宾主尽欢。一场的婚礼爱备办的几落个月，传遮的物件，酒当然无可能去洗文去全联买嘛，都是爱亲人，就爱提早安那，都是个阿伯阿姐会晓结酒的，紧就结就好，传而变因为这酒的物件无可能随便就随有嘛，伊爱时间去发酵嘛，拄着上惊就是拄着即个问题。无米无啥，佫会当去借，但是无酒，你无可能去甲人借。为什么呢？因兜的酒是，因后个月要娶新妇，要嫁查某囝，因兜的酒要留咧家己用的啦，所以根本无地通借啦。我借你好我后个月要娶某，我的酒嘛无够，要安那？所以结无够，这个是足严重的问题足严重的问题咱四海读经嘛，拄好要讲到即个部分伊内底讲伊就写，伊有去查考犹太人的即个历史，迄当时的文化。如果拄着种情形，人客就无欢喜，甚至会甲红包讨转来，礼物摕转来，真的所以迄个时阵要办一场婚礼，爱开足侪钱。翁仔某还未结婚，有诶就已经安那，就爱借钱欠债啊。结果人客来当然有可能佫了钱，但是人客佫甲即个红包要讨转去，这是经济真大的损失啦两边的亲情会安那气条条嘛，讲恁即个主人家安那无用心嘛，所以这个是真大的问题所以趁还未发现的时阵，玛利亚伊可能伫灶骹尾一直发现讲。酒无够啊，酒已经讲打底啊，已经无啊啦，所以伊就来甲耶稣讲你看，即个玛利亚甲耶稣尾啊，迄对小两口足烦恼的，讲还未蜜月，有可能就要闹离婚啊，是要安那？是要安那？迄是足严重的问题咱可能较无拄着即个酒无的问题。咱换一个情景，就是讲好，咱去互请餐厅出菜第一，来甲你出一个汤圆花好月圆；第二个，甲你出一个米糕过来就出水果啊，无啊，无鱼啊，无虾啊，啥物拢无无啥物拢无，就是安尼好，大家食了，你看大家会欢喜无？一定是不欢而散啦即个婚礼就无圆满一个家庭才开始组成，就出现遮尔大的危机。我嘛想到我订婚的时阵，无孙娘的妈妈要求因为因有交情，所以特别订一间餐厅在餐厅名会当讲出，因为即马有直播，餐厅嘛莫甲伊讲好啊无即马，结果呢，竟然食饭食到一半，无电跳电，阁是热天，阁开始煮遐个物件，火锅啥物？鱼头也是啥，大家就开始流汗。我穿即个西装，我已经内衫内裤拢淡嘛，但是你嘛爱倒去烧好加在阁有米露冰的紧的，大家啉者退火一下无大家愈食是火气愈大，因为伊跳电了，电拢毋来这毋是主人家的问题，是餐厅的问题。但是拄着无法度咱一定爱化解即个危机。同款，耶稣的妈妈就甲伊讲讲酒无啊，因无酒啊，但是耶稣呢，伊的回答嘛淡薄仔奇怪耶稣甲伊讲老母
原文叫做妇人人啊，查某人啊，吼，足无礼貌的。我讲我甲你什么干涉？我与你有何相干？哦，咱若想讲即个情形发生伫咱兜吼，哦，咱主里尔的囡仔转去，妈妈甲伊讲，豆油无啊？去买一下，去干妈店买一下豆油，你甲伊应讲，查某人我甲你有啥物期待？你绝对吼皮咧上吼。我的时还未到，我伫看卡通，我伫耍电动玩具，我的时我半点钟，我即马去买，我时间就到啊吼。哦，所以，敢若耶稣好亲像讲话对老母真吼，所以有神学家伫研究即段圣经，就讲吼，即个拿撒勒老母有可能望子成龙，伊知影耶稣是上帝囝。因为伊伫怀孕的时阵，天使就甲伊讲，即个是弥赛亚。甚至有人又讲吼，耶稣因兜若是无米酒啦吼，无豆油的时阵，耶稣就变出米酒甲即个豆油，从这个无讲吼耶稣的老母有可能是耶稣行一个新日来显明伊就是弥赛亚，证明伊的身份就是上帝囝。所以耶稣讲，我的时还未到。我才招5个学生，招无12个，未训练好。我即马若是想即个高调会破坏了上帝的心意甲计划我个人的倾向是讲，其实毋是安尼，是玛利亚伊有看见即个主人家真严重的危机，伊互邀请，伊感觉伊嘛有责任伊斗主也是斗发到这物件。无酒啊，酒用了伊真烦恼。伊望即个替主人家来想办法，但是无任何办法。亲像我还无想是做婚姻的辅导，真正这是咱人会当做，无任何办法。只有甲伊讲，你爱祈祷，主耶稣做恁翁仔某婚姻的中保，互恁破镜重圆。所以玛利亚伊望会当解决即个问题。也看见耶稣，伊毋是为着要得到掌声。圣经讲这叫做虚浮的荣耀。有一个魔术师叫做刘谦伊就是有一届伫央视，伊咧甲水真正变做酒，当然是假啊！而且有人掠包，讲迄个工作人员就是伫迄个镜头的时阵，伊安那手摕去后壁，工作人员就甲伊换一个，马上就倒了。现场的人呢，全部拢在演，哇，变做酒啊！哇，这米酒不是米酒啊，美酒。哇，这个酒有够香，有够安那，拄则佫是水来，全部拢是演出来迄毋是为着掌声总是咱也看到讲耶稣讲即句话，讲我的时还未到，我就想到。伫即个传道书讲，天的万邦都有伊的时，万项事拢有安那，伊会记啊。上帝做万物，本来就是各照其时看做美好，只不过是人用着家己的自私去破坏了即个婚姻，破坏了即个爱情。所以耶稣也会当成做咱即个生命的答案。即巴图嘛，真有迄个。气势就是讲，当然我毋知影耶稣到底是怎样变的。除了有玛利亚的这个祈祷，也有这个奴仆、车用的人的顺服。所以咱做基督徒，有时就是爱安尼。我毋知影剧本、上帝剧本，我人生的剧本要怎样演，但是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主安那吩咐，咱就怎样来顺服。玛利亚互因这个原则。主有要做，无要做，咱袂当甲伊催逼。这个原则咱来把握掉。连玛利亚、耶稣的老母都无法度规定耶稣讲：你甲我安尼，你甲我安尼，因为伊是上帝，咱是人；伊是上帝，伊是主。咱来照主的时，照主的吩咐，照主的时间，毋是照咱家己的。总是咱会当参像玛利亚祈祷，然后甲主权交互耶稣，讲好，如果耶稣愿意，伊嘛相信耶稣愿意啊。但是这个奴仆，上帝做工以前，嘛引起愿意去安那扬这个水啊，
伊若讲哪有可能？死到这水若是无变做酒，我毋是去互人死头路，我会互主人拍死呢。哦，煞无想到因的顺服。玛利亚吩咐讲安那，因怎样甲你讲？主耶稣上帝话怎样甲你讲？圣经的原则怎样甲你吩咐？你着行因，恁着行伊。翁仔某两个人做伙行上帝旨意，讲毋通放受气，到日头落山，恁着照安尼做。翁仔某着爱彼此以为亏欠，毋通认为别人欠你，是认为你欠别人。耶稣讲，你毋通看到别人的目睭内底有影仔擦，吼，有即个草仔油啦。结果你无看到你目睭的影仔擦，你无先照上帝吩咐去行，然后你怪讲上帝无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吼，这就是咱的错乱。所以咱一定爱。这个问题，你来求救主，咱一定爱有信心，嘛爱去顺服。吼，而且我来分享这个得胜者，吼，伊内底有讲到一个，吼，咱中间我有做过得胜者的老师，吼，这个我感觉真受用，嘛真简单，吼。求助的3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爱认识了解你，咱的主认识了解你，当然有。咱要找人的帮助的时候，这个人嘛爱对你有认识甲了解。伊才会当明白你的问题出伫倒位。第二，爱懂得比你多，亲像各个功课袂晓写，吼，即个伊走去问一个国中的，走去问一个国小的，吼，国小才在学加减乘除，你问伊 x、y、z 代数，伊当然袂晓，所以你爱问比你懂得多。有可能伊伫婚姻的中间，吼，亲像我结婚10年，我对结婚有一寡经验，我可能会当讲好。遐人做参考，吼，咱有一寡物件会当甲人去分享，咱去找懂得比较多的人，吼，伊伫这方面伊是专门，伊有心理学，吼，有这个关顾协谈，有这个咨商的专业，咱就爱去敲做。啊，搁第三，吼，搁较要紧，吼，就是愿意帮助你。真侪时阵，咱去求别人帮忙，吼，伊就无爱，伊有能力，吼，伊有能力，但是伊无一定，譬如讲，吼，足现实的，譬如讲借钱，借1000块嘛，吼，我有时去求你，啊，就是吼，伊都有钱，但是阮的关系无够的时阵，我讲啊，我吼求话一箱1000块尔，但是我无早钱，你一定爱吼有够信任的人，伊这1000块才会摕出来借你，相信讲你一定会行伊，还是讲伊愿意讲啊，就算无行不要紧。无问题啦，我愿意帮助你。好，这是叫做求助的3原则。咱身边爱有这款的朋友，属灵的同伴。当然，咱的主，这3项拢有符合，拢有满足，所以真正，当咱照上帝话去行的时阵，才会当亲像这个刘谦讲的这句话，伊的成名语就是讲。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头前爱先做有够，有玛利亚的代祷、代求、帮忙，有这个罗卜采用的人会顺服去扬这个水，相信主安那吩咐有伊的意思，咱安尼去做，然后才会学生的做伙见证了这个新家，或者个无味。无滋味，甚至是普普通通的水，伫迄个时刻产生了奇妙的这个化学的变化。水就是 H2O 嘛，啊，这个变做酒，酒就是乙醇H2O 酯，这个我化学式我已经袂记啊，但是伊这个分子的重新排列组合啊，所以咱的婚姻，上帝嘛会当甲咱安那重新排列组合。只要你愿意照着上帝的吩咐顺服去行，咱也会当经历到这个婚姻，水变做酒的新约。这对夫妇我讲因的见证这个叫做宋义民伊一个小弟叫做宋达民伊家己见证我感觉真感动伊讲因太太。其实嘛是真演艺圈真出名，伊参加这个选美第3名啦所以因交往
几多年啊来结婚，啊因的婚姻嘛唔捌有啥物小三，唔捌有啥物绯闻，啊伊趁到的钱嘛拢全部拢摕入厝，嘛无去乌白来，所以人拢讲这是银幕的情侣，是神雕侠侣，是足得着人欣赏的、欣羡的，结果无想到有一天，这个太太就讲我要离婚。伊就想无，足受气，讲哪会使安尼？当然因有冤家，但是毋知影为虾米安尼，因太太就甲伊讲，讲你拢顾你的事业，拢无顾咱的家庭。囡仔遐细汉，遐伫去讲，你毋捌带伊去讲佚佗，真正伊毋捌带伊去讲，为虾米？因为迄阵，伊的理由嘛，讲我若是出去晒日头，我面若是晒乌，我要怎样联系？联迄个，就是我即礼拜演即个，后礼拜我若带恁去佚佗，转来面乌去，即个戏就连袂，伊是8点档的即个红牌嘛，一线小生嘛，所以讲即个代志本来就是你爱做的啊。我趁钱互你，你就是甲厝顾好，我转来到厝的，就是要有一顿青草放伫即个。摆伫桌仔顶，我就通享受，所以伊是足大男人主义的。所以因安尼几多年了后，真正有一天，因太太就甲即个离婚协议书签好，伊非常艰苦，讲我嘛无法度解决即个办法。结果咧，伊的小弟就是宋达明，比伊较早信主，伊就讲哥哥你来教会啦，你来教会啦！我讲足无用的，要去教会，伊就讲你的问题若是无紧来找耶稣你可能真正要离婚，你的囡仔要做单亲因太太讲其实早就是伪单亲啊啦，因为即个老爸根本拢伫外口拢转来也无带甲囡仔在好好互动所以伊讲伊是伪单亲即个宋义民伊做见证讲伊就。头一摆去教会，伊伫聚会时阵上帝就伊看到一对足平凡的夫妇，翁也无缘投，某也无水，但是因的带着因的囡仔伫教会安尼天伦之乐，伫遐足欢喜伫唱歌，足欢喜伫参加聚会，足欢喜做伙祈祷。伊就看到即个翁仔某，即对少年翁仔某，因的。充满着伊足欣羡的，就是即个天伦之，即个疼，甲即个翁仔某的即个爱啦爱情所以伊伫遐迄届聚会，伊就流目屎，伊就伫遐反悔伊就伫遐讲，原来我过去才会追求才会事业，追求才会成功，追求才会荧光幕的才会掌声到落尾我发现讲，拢比不起家庭的要紧。家庭才是我的根本，才是我的一切。所以伊讲，因太太讲这句话人的尽头就是上帝起头。对迄天开始，因翁仔某就接受因的牧师的这个婚姻的协谈。本来因丈夫是少大男人，就讲我真好啊，我无做对不起阮某的代志，我哪会需要这个婚姻协谈？伊是偶像包袱啦，叫做偶包。所以因。对迄天开始，才发现讲爱情需要学习，经营一个家庭需要学习，所以因就不断伫咧开始经营因的家庭，上帝也赏赐因一对囝儿拢伫教会内底成长，因落尾就安那足欢喜，结婚19年，伫最近这几年愈来愈快乐。用因的婚姻帮助足侪少年的艺人，艺人就是因有一个艺人之家，因就咧推掉很多的这个广告戏约，因感觉用因的时间去陪伴这些少年夫妇，去苦劝因讲事业毋是第一，家庭才是第一，因就足快乐，有时做公益，做主的工，应该是伫去年这2年，伊也诚做牧师，这个。宋义民真做牧师真侪寇绍恩牧师啦
一路甲因关心的牧师，甲因案例做牧师吼。所以咱就看到即个真水的见证吼，婚姻就是爱重新来学习，倒转来到上帝恩典中来成做一个一个婚姻的即个水变做酒的过程。我最近嘛，甲牧师娘在上即个课，我感觉咱翁仔某虽然开用时间一礼拜按2点钟的上课，但是即个2点钟会帮助咱其他的22点钟过了更较好，所以我认为这是真好的投资。这昨昏我甲即个婚礼证婚的时阵，我讲婚姻是一个机会，有可能会拄到艰难，但是这嘛是咱搁一届大汉的机会，当大人的机会，就是伫即个婚姻的中间，做调整。拄则迄个宋一鸣嘛讲，我伫人的面前，无人甲我嫌，我的同事大家拢甲我肯定，唯一拢认为我是一个足尽心的好翁婿，独真正会当判断的迄个，就是阮太太讲，我是一个无责任心的老爸，无责任感的丈夫，是一个失败的翁婿，所以伊就伫遐来回转，则讲这个英文叫啥物 ？Marriage is life's last chance for adults to grow up。咱已经大人大种啊，但是这个婚姻是上帝互咱搁一届长大成人的机会，互咱伫婚姻的中间学习委身，学习牺牲，学习看无家己，学习听就是照顾着别人的利益，不求自己的益处，安尼，所以阮上这个课就讲足侪婚姻，一开始是亲像这个麻花卷，甜蜜蜜，你中我有，我中有你，两个合做一体，这个麻花卷，到尾啊咧，竟然变做冰箱啦，你带一间，我带一间，你较爱吹冷气，你去困冷气房；我吹电风，我惊冷，我带一间。不时的安尼搭喙鼓，甚至亲像这个啄木鸟，一直在我身上戳动了，是我永远的痛，安尼，咱其他有人分享，就是讲，基督徒分享讲，这个婚姻太太分享讲，好亲像。阴天有时落雨，有时有这个风台，总是呢渐渐有上帝听入来了，拨云见日，看见光，看见晚。这个因翁呢嘛讲因过去就一直冤家，但是尾啊呢，这个查某囝出世以后，上帝亲像这个河水泉，互因的婚姻佮得到润定，佮得到新的滋味。这是因就要求每一对翁仔某参加这个课程 ，Good TV 开的叫做活力夫妻。我就喊讲牧师娘，咱每一对夫妻拢爱画图啦。我嘛画一百图虽然我足罕慢画图。牧师娘号一个名叫做“乌俄大战”，就是有时我和牧师娘嘛是会冤家的冲突啦，就是讲这个。草地上好亲像是无事，但是殊不知地下有什么地雷，有未爆弹。无细腻，翁仔某讲话若是无温柔、无客气的时阵，就打着迄个地雷，就彼此的受伤。所以下骹我的感受，结婚这10年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奶粉、尿布、湿纸巾啦，就是伫这个过程中伫咧体会，伫咧体会。这个中间上帝嘛，我提有一块反省，讲过去咱为着要约这个女朋友，风台天你早顿嘛甲伊送到位，结婚了后，哪会拢变样？暗时的时阵，煞变做用骹在泡牛奶啦，你有知影这意思无？啥物叫做用骹在泡牛奶？就是甲你身边迄人读，讲，恁囝在哭啊，去泡牛奶啦，安尼用脚泡牛奶，就甲边的人叫醒啊，叫伊去泡牛奶安尼
所以讲，咱即个家庭拢需要学习来委身，来用即个上帝听来管辖即个家庭，才会丰富。所以我感谢主，我边仔佫画一间礼拜堂，就是讲阮住伫教会，我和牧师娘讲，咱冤家毋通伤大声，当然有时也控制袂掉，但是我有在努力。我过去冤家的时阵，我拢用9声、10声的即个功力，无所以口才嘛袂歹，拢袂输。我即摆我学习，甲无师娘冤家的时阵，我用7、8声，上好用5声的功力就好，才袂讲冤家拢赢，尾后婚姻输去。所以我昨有分享即句话叫做输输啊赢，咱甘愿输输啊赢，毋通赢赢输，大概拢要赢。无介意输的感觉，结果到尾啊，婚姻煞输去。所以我讲我住伫教会，常常读圣经，甲牧师娘讲，咱暗时一定爱好好，毋通放手去到日头落山，因为咱要教咱的囝暗时爱祈祷，爱 RPG， 爱智慧祈祷，伫祈祷中，咱就爱好好啊。我就甲牧师娘做即个约定，我就爱好好。即礼拜功课就是爱。翁仔某做伙去运动，阮就做伙去运动，佮亚玲迄个将遐诶新妇拄好伊邀请，咱就做伙去运动。迄个运动足奇怪，叫做空中瑜伽，就一支绳子安尼吊来吊去，真趣味。即个确实会当翁仔某做伙做一件代志，甲囡仔等咧。我昨昏去啉喜酒，佮长到即个伊的4姐嫁查某囝。真好伊讲，牧师娘一定爱来，而且上好甲囡仔等咧、拼咧，翁仔某来，食下午茶，即个，就好。既然遐尼好意，我就讲好，我就拜托，英辉甲奕晨带穆恩、穆杰去麦当劳啦，去甲因骗啊，去洗牙齿啊，阮就去约会，就发现讲，其实即个就是爱付出经营，翁仔某家庭常常做。彼此的义工，拨时间，互即个家庭充满着疼。最后甲大家分享，即个疼真正爱学习，爱情，袂使交换，爱甘心乐意，要自主啦，袂使强迫。你一定爱好爱我，你一定爱为我煮好食的，你爱互伊甘心乐意自愿。伊要怎样才会当自愿？就是先感受到你的用心嘛。丈夫先愿意为太太。牺牲家己，亲像基督为教会牺牲家己，即个太太自然就会尊敬，就会听你，就会顺服，爱专一，袂使有其他的第三者，爱有承诺，生老病死。咱结婚的时候拢真感动咧，真侪对少年人，因讲无师父，你毋免甲阮誓约，阮要家己交换誓约，就是讲某物人，我将我的性命交互你，你也将你的性命交互我。未来无论是安那，生老病死，贫贱富贵，破病，无论安那，我就是要照顾你一世人。承诺，这个承诺，所以爱情的可贵就是伫遮，嘛爱长大。咱做囡仔的时阵，初结婚的时阵，咱的爱可能无遐尼完全。上帝就是通过这个修道院，爱情的修道院就是家庭、婚姻、亲子的关系，互咱的生命愈来愈有上帝的形象，就是疼，因为上帝就是疼。然后嘛要有这个热情，唔通只有纯这个亲情，淡如水，夫妻安尼，就是平淡安尼，爱有热情，爱去约会，就是望咱中间。结婚5年、10年，甚至30年，咱爱去约会，爱去培养这个感情，然后牺牲到落尾，爱永远袂无去，爱是永不止息。因为上帝有讲，人生伫迄个传道书讲各照其时，总是上帝的奥妙，人无法度完全来测度，总是伫迄个中间锻炼，互咱愈来爱愈来愈完全。对无完全变做愈来愈完全，对有限变做亲像上帝安尼疼，愈来愈无限。所以人生就是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爱的连结。当咱有一天转去的时阵，咱的人生迄个疼，有迄个
好，无论是亲情，无论是爱情，迄个疼的，好，在天上，在什么？好，在团圆。好，所以讲圣诗有一条吼，就是因讲吼，虽暂时安那地上的姻缘断去，伫天顶各是结连。吼，你有听过这条圣诗无？吼，虽伫地上虽然暂时这个姻缘拢断去，就是讲老的一定有一个人先走，啊，得送迄人就唔甘，无输着即句该安慰讲，虽隔断暂时隔断隔开地上的姻缘，总是伫天顶会当搁结连，迄个疼永远袂无去。咱做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感谢你，互阮看见这头一摆的新者，是伫婚姻的中间婚礼来发生。主，你毋是无看过人的需要，你的时虽然也无够，总是你愿意答应玛利亚的请求，互阮也学习人的尽头真正是上帝起头，互阮学习伫家庭婚姻中，搁一届来寻求上帝的疼。因为主你讲，出来就是要偷、要灭无、要毁坏阮的婚姻家庭，总是主耶稣你若够，你要互阮得到活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愿主你成做阮每一对婚姻、夫妻、家庭的好牧者，互阮军队主进入阮的生命中，互阮平淡无奇、普通的水、普通的生命，会当变做上顶上上好的美酒，互阮身边的人也谈到、也欢喜、也见证主你的快乐。愿咱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来吟回应的是圣诗246首，上帝听堂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
请坐。请这书甲诸位这书来书现。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感谢你看阮做宝贝，阮的一切你拢知。无论伫阮是啥物时境遇，你拢扶持看顾。主啊，阮嘛要照你的教示来行，互阮的性命更加丰盛，会当成做别人的帮赞。当阮献上金钱，要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感纳。阮的祈祷、感谢拢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来祈求，阿门。请坐。咱掀开周报第3面，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出来毋是爱偷、爱财、爱白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出来，毋是爱偷、爱财、爱白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出来，毋是爱偷、爱财、爱白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阁有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咱聚会表甲事奉表请咱兄弟家己来详细看。第4面，小会广告。3月27后礼拜日后礼拜日咱要举行圣礼典，有信仰告别甲圣餐，请兄弟预备心，甲主同齐祷。信仰告别是李鸿章要对东海教会也要转入咱的本会，愿主亲自施恩赐福。咱来看本会消息。
今仔日等下礼拜煞伫5楼副堂要召开主席学的教员会请兄主席学的教职员来出席参加要讨论的是学几学校的代志吼。第2点4月初3咱礼拜中有要清明敬祖追思咱若准有要将个人的相片也是纪念的迄个底文若有想要来做一个分享，也是咱会当请安基干事咱甲资料传到安基干事来做处理吼。第3点，咱4月11、13、15吼，咱拜1、拜3、拜4、拜5，咱拢伫迄个秀兰州吼，咱有一个秀兰州的祈祷会咱逐年拢是安尼吼。咱主理伫下骹吼，咱家己有负担会当工，请咱家己来详细看。第4点，4月14拜4，阴暗8点，中治区伫向上教会有举行秀兰州联合圣餐礼拜。若准有要去的，咱会当伫办公室来登记坐福音车。第5点，咱4月30拜68点半甲下晡这几工的吼。教社部有照咱本会举办引法桌游带领人的一个培训课程吼，费用300块。欢迎咱若有意向的，咱会当来办公厅来报名。第6点咱今仔日最后吼，咱将咱的迄个各单位团结聚会表甲轮值表吼，咱交互干事来编后一季的行事历。团结消息。妇女团结今仔日聚会暂停哦。咱若准有客友有愿意，咱会当甲5楼参加社青的即个的讲座吼。妇女团结4月初2吼拜6吼，一早啊啦吼，咱会甲双联团结吼，因有办一个迄个联合的讲座吼。人生就是一场圣地之旅吧吼。这甲做双联团结作为合办吼，伫4月初2。社青团结今仔日伊是用12点半吼，12点半。礼拜3因应该会先伫5楼会当先自餐啦吼。12点半讲师来吼，12点半才开始今仔日的讲座。第3点，四海读经3月24拜4 7点半伫副堂。兄弟团结。3月26，拢有即马逐礼拜6拢有伫做1楼有读经吼，查马克福音吼。3月27，后礼拜日吼，下晡4点吼，伫文学馆有一个野外礼拜吼。礼拜煞有一个暗顿的联谊吼。若有意向的客友会当会长也是林立成来做报名。双安团结3月27，爱餐了后，后礼拜吼爱餐了后，有做迄个蔡梦莹教授的浮士德故事甲圣经的 Q&A 吼。青少年团结3月27，嘛是后礼拜有聚会。关怀协会有1点吼，咱可能要注意者吼，因为关怀协会的李干事拢是咱的长老执事吼，咱这同工。咱等下礼拜煞吼，搁强调一下吼，礼拜煞咱随落吼，随咧1楼吼，因为咱拢爱有开一个会员大会吼，所以咱等下莫大家莫稍等吼，若礼拜煞了后电角煞咱随落去吼，咱要集合就较紧吼。促进健康乐龄教室无框艺术吼，拢照安尼咧上课啦吼。好，大道事项等下甲请牧师来带。第6页教界消息，请咱家己看。奉献顶礼拜的奉献，直接报告做领收。若准有出入的，请找我本人来做见证。好，咱来看集体关怀为每家者小会者中华兄伊有在做福建来祈祷特别为阮女者阮女者2蕊目睭拢已经做要来讲的即个手术拢完成真顺利即个术后的恢复求主，互伊的目睭愈来愈清愈看愈明感谢主为着
野林哈，野林是红人的妈妈，红人妈妈啊，这个肺部胸腔有一些积水哈，求主会当顺利可以找出原因和医生对症下药。王阿栋可能咱较无熟悉，吼是咱四海读经班的迄个柯真真伊的二婶做一个足大的手术，就是心脏绕道手术，即马也已经对加护病房出来，也真多谢咱有为祈祷，也有4个囝儿嘛有诶要来参加咱的这个拜三祈祷会求主拢保守这个家庭，咱这时有需要请咱做伙徛起来咱来为着世界的这个战争，还有咱可怜家庭嘛有战争，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柔软的心，柔软的心来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互咱的家庭重新搁再恢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阮需要你，主啊，阮感谢你，你进入到这个婚姻的宴下。感谢主，这个主人家因为邀请你入来，无互这个危机搁再扩大。也感谢主，互阮学习玛利亚看到别人的需要，来恳求主，来成做一个帮助者。主啊，互阮也学习这个奴仆受册用的人，因甘心乐意顺服到底。主啊，你来帮助阮，当阮的家庭，当阮的世界。定定也无照剧本在演，无照上帝你的心意在行的时，恳求主你的话，搁一解感动阮，互阮无坚持家己的主张，互阮无坚持家己的权利，互阮无坚持家己实着，互阮无一定爱战一个输赢。主啊，互阮愿意为着大局，为着家庭的和睦来放落家己，放下自己。互主你来引带，互牧者主耶稣你来成做阮家庭的主，愿基督成做阮家庭真实的主宰，互阮来学习这婚姻的功课，重新去爱。主啊，我愿意拨时间来委身，来参悟到这个好的课程，来改变阮的婚姻，互阮的水生命的水来成做迄个美好滋味的酒。互阮的生命充满着主你的同在，也真正成做主你活活的见证，亲像宋一鸣夫妇因成做一对牧师娘，互因的生命成做侪年轻少年一辈的这个义人的这个帮赞。主啊，愿感谢阿罗你无煞。主啊，愿这款的恩典也带到阮独行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对的夫妇中。愿安尼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咱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愿主的听伫咱中间，也祝福咱彼此，拢会当亲像新婚遐尼快乐，咱唱一解，我用主的听信息来发你，我用主的听信息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息来听你。好，咱也真欢喜看到迄个珍妮加穆恩因是嘛是足新的新人结婚到即马冤家几届无讲可能还袂冤家真好爱保持希望咱拢亲像这条歌所讲，看到彼此有主的荣耀，用主的听，彼此相款待。好，咱来吟。吟每遍的诗圣诗501首，应光归圣父上帝。
地，现在地地，将来也永远必定，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用光遍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耶和华常常看顾恁，特别咱中间做夫妇的，赏赐恁有婚姻的酒、婚姻的喜乐，对答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灭倒避讳。